加沙发生8人死伤的悲剧，民众指控是以色列军方甲等物资的民众开枪，以色列说讲是抢物资造成的意外。泰国开放大麻用伫网络才1年半，新政府就按算要个禁止，敢若开放用伫医疗，上紧年底实施。Amazon 雨林发现新品种的蛇，北风绿水染，6公尺长，200公斤重，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界大只的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加沙是又搁发生严重的死伤，当地民众指控将以色列的军方甲这等物资的民众开枪。不过以色列迄边讲是开枪警告民众莫来抢物件，佮讲这民众下来下去，这下卡车失去控制，弄入人阵。双方的讲法是天差地。目前是传出至少有112人死亡，760人受伤。民众组织伫卡车面顶用棉被盖掉牺牲者的遗体，佮有真侪人摕着物资用离合车插绑甲牺牲民众带走。以下冲突将近5个月，人道救援愈来愈派侵入战区，立到佮发生巴勒斯坦民众接到消息，去指定的地点等待救援物资的时阵，受到以色列军队攻击，造成超过800人的伤亡。أنا أنه الساعة 4 إلى 5 دقائق الدباب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تطلق النار على الناس بشكل عشوائي وبشكل مباشر. بعدها ما لقينا إلا الشهداء والمصابين والجرحى مرمين في الأرض بشكل خيالي بشكل جنوني. 对此，以色列讲，以军的战车协助人道救援车辆到指定所在时阵，看到人群愈来愈无理地包围卡车，感受到威胁才开枪。佮讲民众是互卡车交过死亡，但时阵嘛质疑死伤的人数伤过离谱。以色列讲法甲现场民众的讲法是完全无同。美国总统拜登指出，这个惨剧会当看出这是停火紧急性。联合国嘛谴责要求展开公正的调查。哈马斯是强调，这个代志会影响以下停火甲释放人质的谈判。以下冲突到暂时一直无达成第2波的停战甲人质释放的协议。离岛的惨剧，和加沙地区累计死亡的人数超过3万人，其中有1名9岁查甫囡仔。20出来，和飞弹拍到受困伫土石堆下边，当地民防部门搜救到第9天，发现伊有严重脱水的状况，紧急甲伊救出送病院，记者可以活落来。9 أيام من تحت الأنقاض طلعناه من 9 أيام تحت الأنقاض الولد هيكل عظمي شباب يلا على المستشفى على المستشفى 以下冲突不结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克除了呼吁停战，嘛指责双方拢犯战争罪。The war in Gaza must end. Clear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s, including war crimes and possibly other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have been committed by all parties. 特克表示，提交甲加沙甲约旦河西岸人权状况有关系报告，内容记录真济以军有可能犯战争罪的事实。另外，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做攻击、扣押人质，嘛违反国际人道法，呼吁国际法庭调查追究责任。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我来看另外一边的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顶日也是讲，无排除派兵援助乌克兰。罗西亚总统普京讲到演讲，放掉若是北约派兵去乌克兰，罗西亚就要出动核武器反制，强讲安尼就会造成文明毁灭。普京办是向国会发表国情年度的报告，并且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无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言论，讲这引发悲剧性效果。sonra伊阁呛声，警告北约若出兵介入乌克兰战争，会升高核武冲突的风险。Тоже есть оружие, которое может поражать цели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что все они придумывают сейчас, чем пугают весь мир, что все это реально грозит конфликтом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а значит уничтожением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ни чего, этого не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ли?另外，对于最近随电甲芬兰加入北约组织，普京也讲，伫甲芬兰拥有正长边界西部地区，俄国需要加强这个驻军。不过，伫威胁动用核武的同时，普京也讲准备好甲美国以及伊的朋友就欧洲的安全稳定来进行对话。不过，美国方面虽批评普京常常坐摆讲要动用核武，这是真无负责任的讲法。It is not the first time we have seen irresponsible rhetoric from Vladimir Putin. It is no way for the leader of a nuclear-armed state to speak. We do not have any sign that Russia is preparing to use a nuclear weapon.
普丁这场演说，若讲到军事外交，也包含真侪内政议题，亲像富庶现代化，抑个安怎提升生育率等。演说内容，若伫各大公众广告看板拢看得到，甚至伫电影院也看得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承认，这场演说看做是普丁的选战文宣，因为俄罗斯要伫17举行总统大选。这阵分析普遍认为，普丁免想就知会得到第5个总统任期。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东京股市今日大起700点，逼挖4万点，半导体相关的股票拢总起。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2023年第4季的生育率跌破0.7，受访的女性表示，翁婿唔斗顾囡仔，唔斗做家事，而且因的工作时间长，都是唔生的原因。英国《Times》报道，一个乌克兰的查甫讲，伊逐礼拜寄5个包裹去英国，内底底的是有毒的化学物，要互一寡想要行底路的人，伊是上无甲130个人的死亡有牵连。苏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阿拉巴马州的法院顶日裁定，冷冻的胚胎等于就是囡仔，销毁胚胎算是犯罪，这就引起做人工 AI 产业反弹。这阵地方议会推行法案，要保障人工怀胎。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至少延长提供资金1礼拜，增加协商的时间，避免政府关门。我来关心咱台海局势，咱的国防部今日是侦测到3架中国军机、3架军舰破过海峡中线。中国国防部甚至是直接讲，海峡中线根本就无存在。根据咱国防部长邱国正的讲法，若是无承认中线，双方中都无存救的空间，会害这区域的压力情况。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两岸局势紧张，中国国防部阁一概讲，台海海峡中线无存在，而且用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咱国国防部7日发布侦查到10架中国军机，其中下过海峡中线的有3架。中国军舰有6架，针对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的次数是逐年咧提悬，而且常态化。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讲出这个严重性。不承认有的话，那将来这个等于是没有缓冲余地啊，可能会对地区造成更大压力。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方考虑了。中国外交甲国防系统几下届表态，讲海峡中线无存在。台海中线是一条无形的界线，大部分是讲美国在1950年代向中华民国政府建议划定的。中国军方过去有捌下过，不过一直到两岸恶化。2019年2架歼11飞过中线，对台湾军事协助的强度达到1996年飞弹危机的程度。2020年，中国外交部头一届公开表态，否定海峡中线的存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访问台湾，中国军方大动作发动伟大的军演。大批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彻底拍破两岸的平静。不过，美国拢有咧注意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新就任的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昨日甲德国外交处长巴吉通话，唔但讲到乌克兰中东的现况，嘛关心台海的情势。We think that America's credibility when it comes to upholding our commitments to our allies is well established, and it'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over decades. 坎贝尔甲巴吉拢强调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坎贝尔嘛甲拜访华府的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咧见面，讲到美韩同盟加做维护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也那美国甲墨西哥交界上严重的问题，就是非法移民。美国总统拜登执政的期间，居留的偷渡客有630万人。要安怎处理这寡人，就是2024年大选关键的议题。拜登甲伊的对手 Trump 昨拢去到德州的边界，讲这移民的问题遐尼严重，是对方爱负责。Trump伫共和党的初选一路领先，而到德州州长艾伯特陪伊拜访非法移民偷渡入境的入境地点吉兰河，真拄好对方路一定准备要偷渡的移民，双方见面搁咧小酒问。They like Trump. Can you believe it? 民主党拜登执政的4年期间，美国境内拘留的非法移民有到630万人，是历任总统任内上悬。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月1份民调显示，有超过2%的受访者无满意拜登的处理方式，却要甲偷渡客和犯罪牵连做伙，搁甲箭头比向拜登。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being overrun by the Biden migrant crime. It's a new form of vicious violation to our country. It's migrant crime. 不过，川普所讲的非法移民在各大城市引起犯罪率升悬的讲法，并不是根据全国性的具体数据。在川普记者会结束了，总统拜登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做伙来共一条讲话，按过差482公里远的所在，甲一阵边界巡逻员会面。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第2届来拜访边境。伊指控川普操控共和党的议员，和国会的边境安全法案未当过关，阻碍施政。 So here's what I would say to Mr. Trump. Instead of playing politics with this issue, instead of telling members of Congress to block this legislation, join me, or I'll join you, in telling the Congress to pass this bipartisan border security bill. We can do it together. 另外，外部在去年年底签署通过 SB4 法案，就是将非法入境当作刑事犯罪，执法人员会当直接甲逮捕管理。若是累犯甚至上悬的判20档。 的争议性法案，当港伫联邦法院就踢到铁板，法官裁定这是侵犯联邦政府的权力。对着这个结果，外部的讲也继续提起上诉。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我来看灾难的消息，孟加拉首都达卡有一栋6层楼高的商场昨暗大火烧，至少有43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这阵怀疑是一间印度餐厅开始导火，详细原因还阁调查。 消防人员出动消防巡推车，甲吊伫咧楼顶的民众救来。孟加拉首都打卡一栋6层楼高的购物商场，2月29暗时10点多突然间发生大火，火正紧就拖到规栋大楼，把造成几60个人无法逃出来。目前已经知影至少有43个人死亡，超过22个人受烫伤，被送到病院治疗。因那导火点怀疑是建筑物内面一间印度餐厅。 这栋大楼内面还有其他的餐厅、服装店、甲手机店，迄当阵拢正伫咧营业。有一位餐厅经理私下回讲，伊迄当阵人伫咧6楼，看到楼梯一直冲淹起来，真侪人拢走起来，尾仔因就沿着一条水管爬落去，有人自楼顶跳来时阵受伤。另外有一位走出来的民众穆瓦尔塔夫是讲，伊是甲玻璃广播了才走出来，不过因2位同事伫逃走的过程，因为帮助其他的人。 মেয়া রং পুহিং সিবং আর সামনের এই গ্লাস ভেঙে আগুন ভিতরে ধোয়া যখন এসে তখন তো আর দাঁড়ানোর মতো পসিবল হয়নি দেন আমাদের একটা কেশিয়ার একটা সার্ভিসম্যান একটু আগে শুনলাম মারা গেছে আমাদের ওই কেশিয়ারটা দেন সবাইরে একদম ফ্লোরে যারা ছিল সবাইরে মাস্ক দিছে তারপরে যখন বেশি পরিমাণটা যখন বেশি হয়ে গেছে আর মনে করেন পরিস্থিতি ভালো না তখন ধোয়াটা বেশি দেওয়া হয়েছে আগুনের তাপমাত্রা বেশি ঢুকাচ্ছে তখন যে যার মতো পারছে উপরে নিচে দেন আমিও কিচেনের ভিতর দিয়ে আমার স্টেট রুমের গ্রিল ভেঙে আমি 2 তলা থেকে এক তলা যে লাফ দিয়ে আমি নিজে মানে নিজেরে সেভ করছি 着急要加少伫咧边外口等待，孟加拉官方也去探视受伤的民众，至少33人伫咧打卡医学院的附属病院宣告死亡，内面包括妇女加儿童。打卡市另外一间主要治疗烧烫伤的病院，有10几位事故受伤人救袂大。ফায়ার ব্রিগেডের কর্মকর্তা এবং তাদের উদ্ধার কর্মীরা কাজ করেছে আইন শৃঙ্খলা রক্ষাকারী বাহিনী সকলেই এখানে কাজ করেছে এবং যেভাবে উদ্ধার হয়েছে আগুন নিয়ন্ত্রণে আসলেও মানুষের কিন্তু ক্ষতি হয়েছে এখন পর্যন্ত পুরোপুরি জানা যায়নি তবে আস্তে ধীরে জানা যাবে BBC 指出，孟加拉近年发生严重的建筑物火灾，主要是因为孟加拉民众普遍拢无消防安全的意识，而且相关的消防法规执行都也正歹。因为这场大火导火原因，目前还佫正伫咧调查。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 咱的友邦海地总是发生严重的动乱，这帮派是攻击机场，警察局4架开枪，讲是要推翻现任的政府。首都太子港是已经失去控制，说讲有真侪民众是向公宽行李逃命。联合国表示，目前是有5个国家讲因愿意派人去海地控制情势。 在地人双手夹关关是走港飞的，不过庆小也是一直传过来，加到部分的民众是哭咧避难。咱国的友邦海地拜是爆发大规模的动乱，当地帮派联手讲要推翻总理亨利领导政府，伫吉亚路4架乌白开枪，是大大影响首都太子港的运作。
premier objectif bataille nous, c'est assurer nous que le gouvernement Ariel Henry n'est pas sous pouvoir encore et que n'importe façon, nous-mêmes, tout net en général, quel était groupe armé qui est dans la ville province, quel était groupe armé qui est dans la capitale, je dis à nous faire un seul. 动乱发生的时阵，亨利当地拜访庆阿嘛找救兵，希望外国会当派武装部队协助海地政府来打击帮派。但这帮派讲要阻挡亨利登来海地，因攻击机场，致使飞人机座取消，也搁去警察局放火，造成4个警察死亡。首都的街路是规个乱糟糟，居民随时都有可能受到牵连。敢来当保护款的紧日走。Pile balle, pile tiré, tout le monde s'est sous votre côté couché, yo couché. Moi je suis le pas capable encore. On va côté pour aller là on a pour courir avec ces bagages nous pour pas mettre. 亨利人伫庆阿，目前也无对国内动乱发表谈话。联合国指出，巴哈马、甲孟加拉等5个国家已经决定派人去国际部队帮助海地警察打击武装帮派。海地长期受到帮派掌控，台主港到北城的所在，去互乌社会霸占掉咧。伊是真唱秋，伫当地台人放火抢劫。2021年，前总统摩伊斯洪暗杀了后，帮派暴力行动是愈来愈严重。当地逃走的居民已经超过20万。不过，亨利政府上任以来，对帮派是一点仔办法都无。顶个月，佫以暴力升级为理由，拒绝举办选举，互百姓是佫较不满。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泰国政府即阵是按算要禁止大麻用伫咧娱乐，所以讲着冲击着当地观光产业。泰国对个大麻的态度是真开放。2018年韩国开放用伫咧医疗了后，泰国就渐渐放任大麻的应用范围，亲像是卖啊，还是种，甚至是摕来料理，拢总会使。2022年的时阵就开放娱乐，所以讲有袂少观光客就专工去体验。根据泰国商会大学的资料，这大麻的相关产业，亲像是药店、SPA 甲咖啡厅，竟然是一年外就达到280亿台票的产值。不过因为法律不够周知，恐惊会去危害到少年囡仔，所以讲这泰国政府才会按说个翻头禁止用伫咧娱乐，敢若开放医疗用。这是2020年4月20，泰国爱树大麻的人伫曼谷举行的树立抗大麻日庆祝活动。泰国伫迄年开放伫娱乐的时阵会使树大麻，另外开放医疗用途是更加早进前的2018年。路透社引用的估计显示，开放以来卖大麻的店，甲提供人客树大麻场所的餐饮业，快速成长到90万间。大麻产业的年产值将近12亿美金。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由相关法令无够完整，也若前任政府伊阁无法度伫2023年5月成功来推动新的立法，所以这半年外来大麻的管理变做无法通管。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ผลบวกที่เกิดขึ้นกันจากการกับยาเสพติดเนี่ยน่าจะน้อยกว่าผลลบเป็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แค่ขนถ่ายช่อดอกมาซึ่งขณะนี้เขาขนย้ายได้ตามจะเหมือนเสรีอ่ะเพื่อนำเข้าสู่โรงงาน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ถ้าคุณเจอขนช่อดอกมาผิดกฎหมายทันทีเห็นไหม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ระบบที่เขาวางรองรับหลังจากที่คุณถอน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เนี่ยแล้วคุณไปกลับรื้อไปใหม่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และเกิดความวุ่นวายในสังคมมาก这内底4氢大麻酚定来用伫止痛，也是互癌症甲艾滋患者、食开路，也有减少并发甲吐这情形，是真重要、医药有效的成分。所以泰国政府强调，新法案继续支持大麻医疗用途，严格若是娱乐用途是要禁止。若是想要家己种大麻的民众，必须向政府来登记。也若这几年来出现的非法的店是强制来停业，也是辅导转型，正做卖医疗用的大麻。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美国戏出《玉木生妻》是对小说改编的，对1998年开始放送到2004年有真侪买奖。小说的作家坎蒂斯最近是挑战一个人伴音乐剧，呈现伊创作的过程。伊嘛呼吁女性无论敢有伴侣，拢爱独立，拢爱欣赏家己。Candice Bushnell. You probably know me as the OG Carrie Bradshaw. 玉梦都市作者坎蒂斯·布辛奈尔在舞台顶悬回顾创作剧中专栏作家凯莉·布雷肖甲三姐妹的历程，即马透过伊独有的趣味甲讲故事的方式，这出叫做《成功甲玉梦城市》的真实故事的单人舞台剧，看起来都亲像剧中人物凯莉的独白秀。Hold on, I'm coming.
Remember when sex was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is today? Number one, it was in person. It's about how I created Sex in the City. It's about my journey as really a single woman through the decades. 日本写诗改编布希奈尔同名作品，伊将家己甲朋友的生活点滴甲感情故事，透过4个女性角色呈现。后来 HBO 拍成影集，剧中刻画多回女性伫找找爱情甲友谊的情怀，佮找到自我的存在价值。无论生活悲喜有伴，或者是大辛，女性用勇敢活落去，是主角的真实引起观众共鸣，为影集甲电影拢造成话题。 I'm really just enormously grateful that I am able to live an independent life and to pursue, my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o women, which is to be independent and to be your own Mr. Big. 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语。咱做伙来看边仔这段影片。 科学家是伫咧 Amazon 雨林内底发现一款新品种的蛇，6公尺长、200多公斤重的北方绿水蚬，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方发现上大只的猛蛇。 科学家藏入去亚马逊河南的河内底，伫河底有一尾慢慢伫收的大蛇，也是上新发现的蟒蛇种类北方绿水大蛇。科学家估计有6.1公尺长、200多公斤重。计已经知影世界上体型上大的蛇是伫咧亚马逊森林的亚马逊森林大蛇，相当有250公斤以上。不过新发现的这个北方绿水大蛇有可能比较大只。 But the really amazing part was, despite this genetic difference and despite their long period of divergence, the two animals are completely identical. 科学家指出，尽管两个物种伫亚马逊河南已经分开大约1000万年，北方的绿水大蛇甲亚马逊森林大蛇伫外貌甲习性顶面有真侪相关的所在。两者的基因差异只有5.5%，因拢是用一种真惊人的溃力，用蛇身甲动物缀电视的无水蛇，大部分生活伫咧水内底，所以两者鼻孔甲目睭拢已经进化到头壳顶，所以因藏伫咧水内底，哪喘气哪伫咧水边上找食。 Because what we were there to do is use the anacondas as an indicator species for what kind of damage is being done by the oil spills that are plaguing the Asuni in Ecuador, because the oil extraction is absolutely out of control. 除了钻探原油破坏这个河南的生态，气候变迁造成河南面临可化危机，也引发生态浩劫。科学家讲，正做河南食物链上顶层的森林大蛇，常受到影响，恐惊面临族群数量减少危机。 公视新闻江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